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談談情說說事頻道。今日同大家講下關於大埔宏福苑一啲花邊新聞。最近樂壇小天后嚴明熙寫咗一封3頁嘅信，表達對災民嘅關懷。佢提到，願逝者安息，傷者早日康復，祈求失去至親嘅人心靈得到慰藉，希望受災者能盡快重建家園。很想給受災者一個擁抱，你並不孤單。冇錯，我想同宏福苑嘅居民講，你哋唔會孤單嘅，我哋一直都喺度，我哋會捐款同捐物資，希望幫到你哋重建家園。另外，有外賣員喺社交平台發文，只接到訂單要求送往受火災影響其中一棟樓宇嘅單位，更指明要現金到付，外賣員要去到現場先可以收錢。外賣員更形容落單嘅人係咁話，喺單位入面好肚餓，所以佢都鬧佢唔該唔好攞呢啲嘢講笑。呢個外賣員喺網站上傳多張照片，顯示佢喺12月9號深夜11點接到訂單，有客人喺大埔富善村麥當勞叫咗價值188蚊嘅炸雞3人餐等套餐，總額約為200蚊。但令人感到奇灰嘅係，送達地址竟然顯示為宏福苑宏新閣，即係11月發生嘅大埔奪命火災中其中一棟被波及嘅樓宇單位。網民紛紛批評涉事者無人性，證人渣嚟，完全當火災係笑話。其實宏福苑而家全部樓宇都未解封，而宏福苑大廈係以英文字顯示座數，而非訂單內顯示嘅數字，所以相信呢次外賣係有人全心玩嘢，涉事者因而被圍攻，玩嘢會有報應。我絕對同意咁樣玩會有報應，呢件事已經導致160人死亡，仲有13百失蹤，明人哋咁慘，仲喺度玩埋啲咁嘅嘢，小心死者會揾你啊！近日市場盛傳有一個神秘男子喺宏福苑發生大火當日同埋第2日，向區內多間地產代理行表明有意低價入市，以尺價3000蚊，用600萬買入5個宏福苑單位。呢個神秘男子更加表示，對單位坐向、景觀、受火災破壞程度，以至單位係咪曾經發生死亡事件，一概唔理。更表明可以支付全數樓價，並以每伙單位佣金6萬蚊高價利誘代理覓盤，較一般佣金高出1.5倍。而區內有3、4間地產公司都指出佢哋有收到電話，但係全部都冇理到呢個神秘男子嘅要求。對於呢個男人嘅做法，佢可能係想富貴險中求，想借災難發財，行為真係好可恥。點解會有呢啲人記呢？冇良心，冇良知，真係不知所謂。對於大災難，我也唔係應該團結一致解決問題？期望香港人能盡快振作，居民可以盡快重建家園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呢度，希望大家評論、點讚、訂閱同分享呢段影片，多謝。